晉邦匯理自2001年成立以嚟，全賴同事、客戶同合作夥伴長期支持同信任，陪伴我哋一齊走過1/4世紀。公司英文名稱 Altruist， 意思係指一群為他人謀福利和快樂的人。25年嚟，我哋一直堅守利他主義者嘅精神，全心全意咁為每一位客戶提供一站式、全方位嘅理財策劃服務，陪伴客戶邁向財富、健康、智慧嘅豐盛人生。客戶嘅信任係我哋前進嘅最大動力。高企嘅持保率、回購率同埋轉介率，正正係客戶同理財顧問之間持久互信關係嘅有力印證。我哋集結超過60家頂尖合作夥伴，成功打造出一個中立、客觀嘅一站式理財服務平台，為更多家庭帶嚟安心、保障同希望。合作夥伴對我哋嘅信任同支持同樣重要。除咗持續開發具競爭力嘅產品之外，並提供全面到位嘅後勤支援，讓我哋能夠貼身跟進客戶售後服務，實現高效協同，達至共贏。每一個由合作夥伴所頒發嘅獎項，都係對呢份互信同努力嘅高度認同。專業係晉邦匯理發展嘅根本。多年嚟，我哋一直以專業為基石，以誠信為守則，先後獲得多家權威專業機構嘅認可同認證。我哋更積極參與唔同屬會發展事務，擔任相關工作委員會成員，出席講座同埋研討會作出分享，同時亦都透過贊助唔同活動，為推動行業發展貢獻一份力量。市場瞬息萬變，我哋深信唯有與時並進，不斷提升理財顧問嘅專業水平，先至能夠緊貼市場，以專業守護每一個託付。公司鼓勵並且資助理財顧問積極考取唔同嘅專業資格，其中包括財務策劃師、認可財務策劃師、國際財策師、特許財務策劃師、國際保險師、壽險管理師、美國壽險理財院士，仲有認證財務顧問師。除咗贏得客戶信任之外，更加喺公司同業界屢獲殊榮，包括100萬圓桌會會員資格 MDRT、全港傑出推銷員獎 DSA、國際優質獎 IQA、香港人壽保險經理協會榮譽獎項 Gamma、優質服務獎 QSR。喺呢班專業精英嘅背後，仲有公司嘅後勤支援團隊默默耕耘，佢哋以高效嘅營運支援，成為前線同事最強嘅後盾。全賴同事不懈嘅努力同卓越表現，讓晉邦匯理嘅專業實力喺行業中得到咗高度嘅讚譽。呢啲獎項唔單止係媒體同社會嘅肯定，更加係我哋持續追求進步嘅最大動力。晉邦匯理仲積極同唔同院校同埋大學合作，透過定期參與職業博覽、舉辦職業講座、暑期實習課程同埋研討會，協助培育年青一代。公司更加自2010年起，持續為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提供獎學金，亦都因此成為香港理工大學基金會嘅永遠榮譽會員。工作以外，同事熱心公益，關懷社會，積極參與慈善活動、義工服務同埋捐獻，全力推廣利他精神。公司自2004年起獲社會服務聯會連續頒發商界展關懷商標。公司同時亦都好重視員工福利，由2013年至到2018年獲評為家庭友善僱主。Work hard, play hard 係我哋嘅公司文化，我哋致力營造一個充滿活力嘅工作環境，讓每位同事喺努力工作嘅同時，亦都能夠盡情擁抱生活嘅美好。
透過舉辦唔同嘅康樂同埋聯誼活動，促進同事、家人同埋客戶之間嘅聯繫，提升健康生活質素，達至工作同生活上嘅平衡。我哋相信圓滿嘅人生唔止於財富，我哋唔單止致力守護客戶嘅財務健康，更加用心陪伴佢哋嘅身心成長。透過多元嘅健康產品、活動同埋講座，我哋將智慧化為行動，讓健康成為生活嘅一部分。同行25年，感恩每一位同事、客戶、合作夥伴對晉邦匯利嘅信任。未來我哋將會繼續精益求精，緊守利他精神，因為我哋就係 Altruist。